你有冇試過越對佢好，佢就越冷淡；越想傾偈，佢就越避你？今日我想同你講嘅係點樣可以令自己成為男人心目中真正嘅靈魂伴侶？你有冇試過越對佢好，佢就越冷淡；越想傾偈，佢越就避你？今日我想同你講嘅係點樣可以令自己成為男人心目中真正嘅靈魂伴侶？我有個姊妹結婚10年，佢話我做晒所有嘅嘢，煮飯、照顧屋企人、遷就對方，但佢都唔同我講心事嘅。佢最大嘅錯係太想被愛，忘咗點樣去愛自己。Hello， 大家好，我係 Monica， 係婚姻關係修復嘅顧問。過去我幫助咗100幾位嘅女性從關係痛苦之中走出嚟。好多女人以為付出就會被愛呢種諗法嘅，但係現實係你越付出，佢越當你係理所當然嘅。而我想話俾你聽，就係男人要嘅唔係最靚、最聽話、最溫柔，而係令佢覺得自己有價值嘅女人。唔係你解決佢嘅問題，而係你聽唔聽得懂佢。你覺得佢好似懂我，唔代表佢真係你嘅靈魂伴侶啊，而係佢睇見咗你自己都未發現嘅一面。真正嘅靈魂伴侶唔係睇穿你，而係陪你一齊認識返自己嘅。所以姊妹們，靈魂伴侶唔係撞啱嘅，而係兩個人都願意修煉自己。當你穩定啦、平靜、有邏輯，你嘅能量自。當你唔再用控制嘅諗法去換一種咁嘅安全感嘅時候，你就會散發一種我唔再需要你，但我願意同你一齊繼續行呢條路嘅氣場。男人會被呢一份鬆容去吸引嘅。所以高端位嘅姊妹們唔靠犧牲，而係用情緒價值去影響對方。你唔再嘈，唔壓抑，但每一句都好溫柔，但係有力嘅。3個靈魂伴侶嘅特質，第一個就係要互相理解，唔講邊個啱邊個錯。第二樣嘢咧就係情緒共振嘅。當然有分歧嘅時候，唔好去逃避，去面對，但係要平心靜氣嘅。第3樣嘢就係要自我成長，有自己嘅光先會吸引到對方噶嘛，係嘛？所以咧就係呢3個靈魂伴侶嘅特徵咧係好重要嘅。而我想講另一樣嘢就係，如果想令愛重新有溫度咧，你要學識保持有好奇心。當你仍然想了解佢、理解佢背後嘅情緒，你會自然放鬆嘅。當你用好奇心去代替呢個指責嘅時候，愛就會重新流動嘅。姊妹們認同嗎？所以咧今日咧就係想同大家傾下點樣去練習啊。你講咗好多好奇心喎，但係我點樣做咧？試下用一份好奇心去重新認識佢，唔帶判斷，唔好批評，只係純粹做觀察，做一個觀察者。你會發現佢其實未變，變嘅係你學識咗用愛，而唔係恐懼去睇佢。因為用恐懼心驚佢嬲，驚佢乜嘅時候咧，你係冇辦法咧好靜心觀察佢嘅。咁你點會帶得出呢個好奇心咧？啱唔啱啊，姊妹們？另外一樣嘢就係我想同你話俾你聽，有一個心理學嘅理論叫做風中定律。哇，好深奧喎，咩意思啊？其實就係人對一段關係嘅印象只係留咗係2個時刻，第一個咧就係高潮，第二個咧就係結尾。所以你帶俾佢嘅感覺，比你所講過嘅嘢更加重要。唔需要完美，係唔需要日日咧去要氹佢開心。你只要學識一樣嘢，就係喺關鍵嘅時刻，俾佢一個高光嘅溫度，去讚下佢。哇，老公你今日好叻仔喎，咁都俾你做到嘅。所以咧，就喺每次結束對話嘅時候，留一個好溫柔嘅句號，咁樣你就會成為佢心裏入邊最舒服嘅人。因為點解咧？你讚佢叻仔喎，唔係去指責佢喎，唔係去埋怨佢喎。所以咧就係完全唔同嘅，呢啲叫做風中定律。所以咧就係真正嘅靈魂伴侶嘅關係，唔係一個人滿足另外一個人，而係2個人都因為愛而成為更好嘅自己。我想學
溫柔嘅收尾。我係 Monica，婚姻修復諮詢顧問。如果你想學識點樣可以重新去愛呢段感情，要識愛自己，咁你先會得到被愛嘅。關注我，我係 Monica，下個視頻見。